最右下、最右上方呢？最右上方你看，要算你整个画面来说是最右下角有个水加图了，读作烂呢。查手机啊，用地呢，有的时候查电脑也是查地，但是比较旧的手机查不到呢。这一台是新的，比较新的手机，小米手机，那可以查得到呢，用地来查。有没有看到画面的最右下角有个地啊，水加图读作地啊。但是那个电脑读出来的音是烂的，烂头港那烂水加图。查那个字是用地查，不是所有手机都可以查得到，比较旧的手机还查不到呢。电脑程式叫巴拉波卡 BALABOLK，巴拉波卡 BOLKA， 巴拉波卡那个会中英文混读呢，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哦。读那个字啊，念作烂呢，烂头港的烂。